心啊，水开了，给倒壶里一下去。自己去。不是我有事呢，你给倒一下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不是你倒一下咋的了？不去。哎。大爷的，你给我等着。媳妇儿，哎，我给你吹个大气球。哇，这大气球啊！怎么样的大气球？哎，对了，我问你个事儿。嘛事儿？你要跟你嫂子离婚了吗？我跟我嫂离婚了。那孩子呢？给谁了？孩子给我哥了。哎，跟你说，以后咱俩要孩子要离婚这一幕，那孩子绝对跟我。为嘛跟你孩子？那从我肚里生出来能给你吗？肯定得给我呀。你看你说那个话，我要去银行取钱，我插完卡，那钱不就是我的吗？哼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你要取要加钱怎么办呢？嘛意思？你嘛意思？嘛意思？你嘛意思？嘛意思？你嘛意思？媳妇儿，你喝了吗？来碰一杯，碰一杯。我走。你起。别走！抢劫！大哥，我没有钱。没有钱？没有钱，给我进去！哎呀妈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寻思要抢我撒果呢。我给你学课。现在几点了？你这个。哎呦！你干嘛呀？你妈妈接走哎！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开车呢？没事吧？小李阳，没事吧？服务员，哎，干我什么事？你要给我洗澡？洗澡啊！什么事？你洗我给长给我滚了！哎呀，舒服。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叫母老虎，世界10大猛兽之一，男人的克星，小三儿的天敌。他现在睡着了，我才敢近距离拍摄一下。我给你看看他老虎的面容，好吓人的，看看他的牙。